大家好啊！前一集講咗新加坡嘅理工大學，依家我略略介紹下新加坡嘅幾條。新加坡有幾間大學，第一個新加坡國立大學，世界好知名。第二間係南洋理工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咧，佢經歷咗好多風雨，但係畢竟走咗出嚟。今時今日，佢可以躋身世界知名大學嘅前50強裏頭。仲有嘅就係新加坡管理學院，依家就叫做新加坡管理大學。呢度如果排名跟住嘅就係呢間新加坡理工學院 SIT， 我哋記住一個 MIT， 將佢改成 S 就係。唔好認為非係大學佢先至有名堂。MIT 一間學院，佢呢度同樣用過一個學院咁樣，一樣可以成就佢世界級嘅地位。呢個就係 MIT， 但我相信 SIT 一樣有咁嘅能力，因為新加坡政府大力支持。仲有呢度有個最大嘅好處就係學術自由，教授全世界招聘，校長全世界招聘。佢冇咩書記啊，冇咩黨委喺度限制住佢哋嘅行為，限制住佢哋嘅思想。冇學術自由，對於大學嚟講，學術自由永遠係 No.1。如果一間大學冇咗呢種學術自由，佢有幾靚嘅校舍，幾有錢，佢都走唔落去。因為學術自由就係人嘅自由，人嘅自由就係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永遠統領住整個人類嘅文明發展。喺西方世界，大家都知道點解西方世界可以發展到今時今日，而東方世界終歸都難以同佢匹敵。好重要一個原因就係西方追求自由已經追求咗2000幾年，東方對咩叫自由都到咗今時今日都仲喺度爭拗。呢度就係大學嘅差距。我哋好多嘅學子喺出邊留學，學有所成，翻到去我哋一啲特殊嘅環境裏頭，一缺乏呢種自由，冇辦法發揮，只能夠默默無聞埋沒自己。因為思想一受束縛，一個人基本上就已經係普通人。其實普通人有乜唔好咧？冇乜唔好，但係即使我哋做個普通人都希望能夠自由嘅。新加坡佢具備咁嘅條件，包括頭先講嘅3間大學。嗰3間大學嘅一啲大學嘅環境都好舒適嘅。佢大學真係冇圍牆嘅，係咩咧？國立大學咧就因為佢喺市區裏頭，佢一個係好早最響上個世紀初嘅時候係一間醫學院，但係咧嗰度嘅地理環境真係又好靚，好似一片密密嘅森林，嗰地方開闊好舒服噶。南洋理工大學又係，哇！走落去一片嘅一啲好似去到歐洲嘅一啲小鎮咁嘅狀態嘅南洋理工大學又係好舒服嘅。譬如好似我自己去到香港科技大學，感覺又係相當好嘅。咁呢啲就係我哋嘅普普通通咁就咁介紹表面嘅嘢，其實最深入嘅嘢就係入邊嘅教學，入邊嘅有乜嘢嘢科技嘅領先，仲有咩嘢可以使到人自由發揮，呢種係最重要。好啦，略略咁簡單介紹下新加坡嘅一啲教育，希望大家有興趣有入到嚟呢度接受下呢度呢啲同我哋嘅漢語又比較相近嘅地方，又採用咗全英文嘅教學，熟悉下了解下。多謝各位。